中国的快艇并船造成2名中国渔民死亡。双方今仔日搁伫咧金门召开第10和第11届的闭门协商，有关时表共识。海巡署认定这是正单纯的执法个案，无规划书面道歉。另外，中国国台办昨是批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，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也特别出声，甲关碧玲相挺，讲全力支持海巡执法，强调会提供受难者人道支援。 副主任是不是同意这个公开道歉改成这个书面致歉呢？面对镜头无讲话，中国人员真正家己回其实，中国快艇并船案2死相关金下水及金融局势，双方日到伫金门，早起下昼各展开第10甲第11班的闭门协商，不过双方离开的时拢面色沉重。这过程不顺利吗？海巡署副署长柯正之对敢是出于共识，签署递欠文件、付为金等拢无回答。海巡署也强调，这是单纯执法个案，无开会书面道歉。尤其国台办立被党委批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，行政由陈建仁也发声相挺。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海委会管主委的这个辛劳，他带领了整个海巡署做很多的沟通协调那我想最近呢，他也受到了一些的委屈了。那本署是完全是依法来执行职务，依照目前客观的我们的调查的客观证据显示，并没有同仁的疏失责任，所以目前我们没有书面道歉的这个规划。陈建仁要求法务部加速侦办厘清责任，面对人质作战，爱就事论事，佮提供受难者人道抚慰。另外，海基会伫事发第一时间就发函予海协会，不过互人依托不回，又还是派人去金门提供家属协助，包括本署严正关怀照顾。这起不幸的事件本会向家属表达慰问跟关怀，在他们停留期间，也随时关注提供必要的协助。针对并船案还未结束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带团访问中国。国民党正式夏立言日到暗会甲国台办主任宋涛伫上海会面，外界预期双方会洽到金厦海峡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